校長、副校長、改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 4D 班人物啦。大家好，我係4D班林思希。今日我哋要向大家推薦一本書，書名係《藝術史嘅1001夜》。呢一本書連似傳統嘅藝術史書咁樣，全部都係無聊嘅理論，而係68個精彩嘅故事串聯4萬年嘅藝術旅程。從史前洞穴裏面嘅神秘壁畫，到文藝復興嘅人文佳作，再到充滿爭議嘅先鋒作品。跨越亞洲、歐洲、非洲、中東4大文明，每一件作品都蘊含住專屬嘅時代密碼同埋藝術家嘅巧妙思想。例如當中有講到著名畫作之一《本樂36景》裏面嘅城內村衝浪女，當中有講到原來呢幅畫嘅作者角色不陳，係為咗見到富士山而冒住生命危險，俾大浪從水上面打入海裏，最後用盡全力浮出水面之後所畫出嘅。咁思希，你又知唔知作者係邊個啊？梗係知啦，作者係英國知名藝術史學者麥可伯德，佢用咗講故事嘅方法帶我哋親臨創作現場。古埃及畫師點樣喺墓室裏面暗藏生活細節，梵高嘅筆觸裏邊藏住咩嘅切熱情感，呢啲原本高冷嘅藝術瞬間變得親切又豔美。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可以學到古典繪畫中嘅每一個細節，由水果、花卉到動物、顏色，都可能蘊含住特定嘅宗教、神話或者社會意義。例如百合象徵純潔。如果大家對呢本書都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去圖書館借嚟睇下，而且可以利用喺閱讀時段嚟睇呢一本書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